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最近有没有收到百货公司周年庆的 DM？ 我个人认为这真是太邪恶了。我也觉得现在百货公司啊真的好厉害哦！你看啊，有买而送啊，也有抽奖大放送，真的很吸引人哦。不过你刚刚说到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要怎么说呢？百货公司就叫做百货公司。其实啊，到了百货公司之后，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被冲昏头哦，因为我发现啊，百货公司业者啊，他们推出来的优惠不见得最便宜，反而是信用卡的公司呢，他们推出来的优惠很赞哦。信用卡就是信用卡没错，而且我也觉得听你这么一说啊，信用卡他们有时候的优惠呀，的确呢是比业者大赞的时候呢还要划算哦。大赞呢就是打折的意思哦。那么用信用卡的话，可以不用带钱，很方便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，用信用卡买东西很方便。用信用卡买东西一偏利，用信用卡买东西一偏利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带给大家周年庆怎么样买东西最方便的方法。刚刚的餐厅蛮好吃的哈。对啊，待会儿想一下下午茶有什么好喝的。明华，你看这条围巾好好看哦，好想买哦。我觉得现在天气变冷了，可以买哦。可是会不会很贵啊？百货公司啊，最近周年庆，业者应该会大赞吧？好啊，好啊。走。围巾、外套，还有背包。对对对，还有背包。可是这样我现金好像会不够哎。我觉得你确认看看好了。好像真的不够哎。我觉得你可以用信用卡啊。哦，用信用卡也可以不用领现金呢。现在啊，百货公司在周年庆的时候，你如果用信用卡，他们还会送赠品耶。太棒了！你可以大买特买。走。你百货公司在大战的时候真的比较划算哈。对啊，你看我的荷包都大失血嘞。我看得出来。哇，我看你应该是战利品不少吧？真的，我买了很多秋冬的衣服，超划算的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就是你刚刚说的百货公司了，百货公司要怎么讲呢？百货公司就叫做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就是百货公司了。那如果说周年庆在打折，打折要怎么说呢？打折应该要说的是大赞。大战就是打折了。那么其实如果啊到百货公司去消费的话，用信用卡最方便。信用卡怎么说呢？信用卡叫做信用卡。信用卡就是信用卡的意思，而且用信用卡买东西很方便。这句话要帮大家复习的是：用信用卡买东西一偏利。用信用卡买东西一偏利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好好满足购买欲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